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 CVS 咧仍然有唔同嘅優惠，今次仲可以喺 Ibotta 度咧攞到錢添，快啲入嚟跟我睇下啦！而家 Olay Body Wash 每支6.99，買2支就4蚊 extra 啦，買3支咧就可以減5蚊 coupon。等我買3支先，今次就試下買呢3隻唔同嘅香味嚟用啦。而家喺 Ibotta 買一支嘅 Olay Body Wash， 每支咧可以攞翻2蚊。另外你買2支又可以攞翻3蚊，即是話我總共攞到9蚊。最後購埋5蚊嘅 coupon 優惠券，再攞翻9蚊 Ibotta 嘅 cashback， 同埋攞翻4蚊嘅 extra 筆，最後每支只係9毫9先。仲未 download Ibotta 嘅就用我個 referral code， 我可以攞翻5蚊。最後買3支 Olay Body Wash， 購埋 coupon 優惠券啦，同埋 extra 筆，即係俾2個5毫4咋。最後攞翻4蚊嘅 extra 筆，又可以下次再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